小头一盒啱啱，哼，其实应该搁较早淡薄啊，啊，只是有一个代志前着，就较慢。哦，无要紧，安，明仔载上课较重要，拜拜，安，宏远。hello，我是感觉吼，结果吼，我足侪 VTuber 的朋友，我的 V 鹏鹏都在这个晚上大家都在开直播，我不应该选现在突发才对，因为我自己也想过去听他们直播啊，可是我想说，我想讲，足久无出现啊，袂使吼，原来是爱出现一下，对啊。后礼拜较好耍，后礼拜我会去，我会搁搭迄个周表出来吼。下礼拜一，嘿对，我要吃喉糖。下礼拜一要去火箭遐做联动，有一个活动，嘿。这两天的可能火箭会有宣传啊。我有手表啊，只是讲无咧更新尔，无咧更新尔啦。啊，我即阵啊有准备一张歌会，哦，有传足侪条歌啊。我感觉我个人啊，感觉讲真精彩。反正是后礼拜可能啦，歌会可能是后礼拜，啊那无就是下礼拜。对，就是后礼拜啊，无就是后礼拜安尼，会有一场歌会，就是台语的，全台语，就是全部台语的红毛语的。我有想讲我卖做周表啊，我来规去做月表好啊，月表，全部拢一个月先甲排好安尼啊吼。啊，毋过其实嘛毋是重点啦，重点是就是时间较无好固定啊，就是生活上啊，工课上。有当时有一寡意外吼，就有当时较无遐多啊，所以讲我拢会尽量就是这时间出来做影片，做影片也好，可以分享我的影片，还是配音的影片，还是讲去做直播，系啊，我就真正变成突发性的对，不过我会尽量啦，我咧想办法讲，看有法度互家己搁较直播的时间较有法度固定起来安尼，你看今仔日搁比平常时搁较少人，因为大家拢在看，都在低其他的大台，就我的小台就被那个客人就被抢光了。我应该在平常不应该在这个大日，无应该伫这个大日吼。来直播，因为我的观众和即卖我的朋友遐的重叠率啦，吼，就是灯塔的迄个机会足大吼，大概可能会伫另外一边，安尼。其实我头拄嘛伫遐，对，无差啦，就是其实我就是我感觉该做的爱做啊，对啊。就是我袂当讲上久无出现，因为嘛是有人会期待看到我，啊，我嘛是爱惯死即个，就是一定爱有找时间来开台啦，对啊，啊无就无先咧做啊，对不对？上少嘛爱一礼拜一届，一礼拜一届，我感觉会合理啦，系啊，火箭迄边啊，看甲家己讲对，我今仔日要直播。啊，只是讲我较多伫我做正职的所在的时阵，我在办公室的时候，我就是在偷看。对，伫我做工课的所在时，我就咧偷看火箭啊。
啊，不管啦，啊，无人嘛无要紧，我就是先来拍我的电动啊。今仔日要来教即个洛克人 X4吼，洛克人即条线吼，甲伊牵照起来，吼。啊，落尾呢，这个洛克人我就是 X4，就是我现出是的洛克人系列，就是上尾，毋是啥物暂时停开，我要耍别项游戏啊，吼。有可能啦，我咧即摆咧想，我本来是讲要先拍炎机啊，吼，就是前阵仔找了新的台湾的独立的游戏，独立的创作的游戏的炎机啦，吼。啊，后来想诶。我想要先算聊天顶，因为我想要试看卖啊配音的实况，配音的放送，就是哪耍游戏啊，然后啊刷来就是哪配音，嘿，我感觉嘿啊严书记，我感觉聊天顶真适合讲。互就是我来发挥，就是我哪耍啊哪配音，就是加内底角色配音，因为内底无全部的角色有声音嘛，可能就是几句啊台词啊，可能日本兵可能话一两句，也是讲啊五路天迄个角色吼有人配音安尼尔，大部分的台词是拢无配音的嘛，我家己来甲配，我感觉真趣味吼，我阁会晓结声吼，无共声扫来配即个游戏安尼。我阁袂记开 BGM， 吼，好啦，嘛免开要来登过耍游戏啊吼。我先甲 X 拍开。Mega Man X Legacy Collection. Mega Man X Legacy Collection。奥福你好，欢迎来到我的直播，来到苹果的直播。调一下声音，袂伤过大声。顺着。咱即马洛克人 X4 呢，咱的洛克人呢会当即个拍即个考即个秘籍啊吼，就是一个开始就会当用即个乌色的即个装备啊吼，我是先卖安尼啦吼，阮就是照步来安尼吼，无就无趣味啊吼。连讲若有机会搁开 X4 的时阵，咱较来开即个洛克人穿即个乌色的装备吼。今仔日先来耍普通的洛克人啊！哇，我认不出来这个 boss 是谁啊？这个 boss 什么人？我认不出来呢。我认不出来呢。够神秘的啊！这个 General 就是将军啦吼，我听有，这我听有，其他拢听无。やられる前にやれ。お前には奴らを倒すだけの強大な力がある。お引き取り願おう。这个将军的喙手真趣味啊！人間を裏切ることはできん。立ち去れ。二度とわしの前に現れるな。まあいい、そのうち気も変わるさ。まあいい。西行，这台号做西行试过嘛？
第一关吼，做侪所在爱连续枪击的，爱连气、连刷器、连射的对啊，连刷射，弹这个头刀啊，豆弹哦，那个头刀啊，人家说那叫豆弹，那个合作头刀好啊。咱咧台语的枪击啊，伊有一种讲法，就是嘛是讲这个头刀啊，土豆有没有？你真实的那个子弹啊，然后一种钢乌的，这个乌的嘛，这种叫头刀。啊，枪叫什么？枪叫踢啊，踢啊，架头刀啦。踢啊，你若讲踢啊，就是枪。头刀就是枪击啊。气的。请你吃土豆啊，是啊，请你吃芭乐，那是 CS 的台语语音包。啊，即摆少年人应该拢唔知影 CS 有台语语音包。报道主行大主台比无上妙法第一关，你好，贤哥，贤哥甲你拍招呼，感谢你来。我应该是念你的名，念台语念了上好的吼，上紧的。报道主行大主台比第一关。第一关真好过，魔王就是下死命个单了对啊。其实我有手机啊，我会当用手机啊偷偷滴这个火蛇的台，搞笑诶！哪开台哪看别人的台安尼，敢袂使安尼，放伫边啊安尼啊。哎呦，我的记录，我看一下，留着好了。老规矩哈，老规矩，咱来这个看一下影片。今や我々レプリホース全員がイレギュラーと決めつけられた。だが我々とてこのまま汚名を着せられておくわけにはいかない。我々は自らの手でレプリロイドだけの国家を立てる。ただしこれは人類に対しての敵対ではない。自由と安全、それら正当な権利を求めるための戦いなのだ。有当时也看洛克人的，干嘛？何者にも侵されない理想の国家を共に進もう。我々レプリホースの未来に向かって。这段有一个足无合理的所在。私もゼネラル将軍と同じ意見だ。いいか我々にはこれしか道はない。恐れず勇気と誇りを持って戦おう。我々はレプリフォース、史上最強の軍隊なのだ。史上最強の軍隊，我听有史上最强军队。应该解落的时阵已经看过一摆啊。ジェネラルのやつめとうとう動きおったわ。さてイレギュラーハンターよどう出る？ここでゆっくり見物させてもらう。我看我窥探台是一种食物链，不是，是一种莫比乌斯环。
啊，其实咧顶一集迄个杰洛看过啊，其实咱这集会当减省时间，毋免搁看迄个剧情啊。我头要讲无合理的，就是讲啊，恁机器人你就直接传讯息就好啊，啊，搁爱搁见面。同款啊吼。哦你讲火蛇会降落过来啊？无一定啦，那有是上好啊。啊，但是这是爱宰人的呀，我们不可以擒得人家。虽然对。这教这个杰洛同款，第一关拢爱拍这啊。啊，伊这算上好欺负的啊。嘛，毋过上好欺负，其实伊足强的啊。啊，只是讲会当使机器人使机器人甲跌啊，所以。哎呦！洛克人甲杰洛吼上无共款的所在，就是讲，你艾克斯甲杰洛无共款的所在，就是讲。杰洛吼，伊咧跳的时阵啊，伊会当起两粒就好啊，就是冲甲跳做伙起嘛。但是你洛克人袂使，因为你洛克人搁爱搁加一个功能，就是你搁爱机器，你爱拿机器拿走。因为安尼，搁爱搁加跳几摆，爱爽。搁无对。拜托个较顺利的哈，有啊。洛克人较歹操作，就是因为伊搁爱拿主皮，拿做伙走安尼主皮的机器啦吼，拿主皮，啊拿行路，搁歹拍的，这要死啊！撩着会就不对啊！我先自杀好，顶来者，因为安尼咧拍魔王较拍，毋免搁浪费时间啊。这机器人袂当互伊撩着会吼，啊无等下歹拍。力こそが全てだ。对啦，遐机器人直接甲干掉，呵呵，袂歹哦，真顺哦。第二关拍帝都人。
喂 ，Spiders。好，洛克人呢？第一个装备要摕到啊，就是等下就看知影会摕到啥货啊哈。我感觉伊这个摕这个枪长枪的这个特质设计了足好，因为伊有足侪种攻击的方式。哈卡西博士，来多博士，嘿嘿，好，袂歹。伊就是安尼啊，浮伫空中。我跳，哦，顺利。哪照哪提起，这就是洛克人的精髓啊！啊，过点外钟啊过，惊死！小时候打这关打了1个多小时才过，细汉的时阵拍这关拍点外钟，惊死！真的啊！啊，这关应该算起手关卡了。你若较早去电动间啊，咧看人咧耍洛克人的，可是哦，差不多拢四界拢会听到这个声。因为吼，有当时啊，你无一定有这个记忆卡嘛吼，啊，你有当时啊，你去的时候，你就爱为头一关登来啊，所以你会直接看到人咧拍这关呢。常常看人家在打这关。我会记得较早你若要去电动间啊，要耍洛克人，啊，你要记录，你若要耍迄个PS 要记录，敢若爱家己爱准备一个记忆卡，就是 PS 的迄个记忆卡，就迄张会当记录的卡。我若无记唔对，敢若是安尼。啊，若无你就是大概是你拢爱定位头定算，无就记录。这代有一个变化，真趣味，就是讲，你会使哦，比如讲我即马用这个特殊的武器，我有火焰，啊，我另外一粒枪支吼，我会当搁继续弹伊原来的这个洛克人科技的武器吼，算讲就是同一个时间你会当开2个武器了，对啊。我感觉这个设计真趣味啊，算讲是甲这个融合起来啊，但是我嘛是游玩袂惯势。好，刷来要拍蜘蛛啊！小头1号，拜拜，大家暗暗，甲大家讲暗暗真好，拜拜。この攻撃かわせるか。
哦。哇！惨啊！死啊！一个无势力就翘伊。ここを通すわけにはいかんのだ。来了，麻烦的模式来啊！是啦吼。You've got lightning round.续来拍一个较困难的，因为爱先摕迄个手的装备，所以爱先来拍鸟头鸟。初见安安，特比你好，特比团狗，团主，特比团啊啦，团啊，特比团啊你好，初见安安。我的机器人真的，我要加塞机器人、机器人。哎呦，要求机器人嘞，OK。塞机器人就是爽啦，耍袂先啦。
OK， 第二趴。哦，鸟头叫，干嘛就趣味哈？第一次听到鸟猫头鹰直翻的台语哦，逃避的叫你逃避的好，好逃避你好。但是较多啊，无注意看，太过认真啊哈，无注意看这个留话，留话就是留言啊。刷来呢，搁较紧张吼，所以我万讲会当头一摆就过哦。就大家看到这个刺就知影这就麻烦了哈，这要算脚趾头了，爱算那个镜头啊，看几载哈。一摆就过啊，爽啦！来，趣味的来咯，只有2支，不过你敢若会当炸一壶灶尔。咱来先来算内底这乌色的，这就是我大家上爱的哈。来个这壶是无同款的逻辑啊哈。伊度你好，伊度来啊，拍招呼。这个白色的啦吼，白色的手套呢，手部装备伊会当机器会当发4粒弹吼，枪支。啊，这看起来敢若足弱的对不对吼？其实伊用来拍魔王真好呢，伊拍魔王足紧。你若看伫网络顶啊，遐个歌手咧快速通关，就是快速通关的时阵，拢会经这个武器。但是呢，咱这一般的玩家吼。安尼用这武器安尼算起来就歹算啊，而且个我感觉无趣味啦吼。当然嘛是爱摕这乌的吼，弹咧到底毋才会爽。伊咧弹迄个弹遐迄个什么呀？一般的这个小怪的时阵，别再等。哦，你弹一般的小怪的时阵较爽了。呀，较大粒大咧到底较会烦。阿丽丝你好，阿丽丝是 coming 你好。小魔王，摆就甲牵照起来。All you can 一摆就死啊！要拍魔王啊！这只无好拍，因为我无伊囝的武器啊，所以爱用拼的。伊是惊迄个空出饼的武器啦，但是即摆无，所以讲就是爱用这手部的装备改饼。起来，莫伫下骹。大家拢安尼互伊叫，袂用是，这要死去啊！袂当一直伫楼顶，爱拄着爱楼骹。我看即摆 GG， 换一个方式。我弹3摆较对，好溜拳好3摆较对。
好，认真认真，茫个浪费时间。一只鸟头鸟尔，爱甲牵照起来。目標補足5分以内に撃破する。OK， 洗一摆尔，袂歹，还可以。You got double cyclone， 双重龙卷风。搁拍一只，就要拍卡尼尔啊！卡尼尔惊冰，所以讲咱第4只一定爱拍冰。这有这冰霜海象，冰霜海象哈，冰霜海象啦。哦，爱心客的啊！好，这毋这路无共款的刻法啦吼，爱用，跳袂去，安尼，雄雄变甲怪怪的，我的大跳怎么出不来？过来啊，中风哦。出来啊！熊熊中风，这关足侪宝物的哈。小朋友下楼梯来喽！安安小五你好，木鸡蛇小五你好，咱呢，这要用这个火焰嘛哈，用火来甲掉弹啦，好溜看一下啊，好溜看一下，过来，好溜看一下。过来，好溜看是啊！干嘛无能量啊？等下紧甲能量补转来。这款哦，唔单讲用节奏吼，节奏的刀安尼咧喷吼，足爽。就是用这个手部装备，洛克人的手部装备来弹嘛是真爽快啦。啊，这冰安尼弹脆吼，足爽。
而且伊的迄个，伊的自开足紧的，机器很快，所以咧单嘛是真紧，出一个就出去啊。即摆爱找即个一个装备啦，而且 W 冠吼 ，W 冠啊。W 冠摕到就差不多啊。若有洛克人来讲啊，即只鸟啊是毋免想要呛讲啊，伊无法度冰着咱啊。会记你自开就会使啊。搁一只。哇！绕开，随去人冰着，一个无注意尔，就手一个骨就 GG 啊！即摆用火焰来甲弹吼。根性叩き直してやるぜ。阿水，我的技术较无好啊，所以拍了较慢。高手哦，拍了有够紧的。我无啊。火焰拍甲无啊吼。OK， 顺利。好。要拍卡尼尔啊，希望讲卡尼尔会当拍了较紧，甲卡尼尔牵照起来。我会记诶，用冰敢若爱有一寡技术啊，我等下试看卖。咱若冰无好用，我较爱用一般诶炮甲弹刀啊，敢若无介方便。哎呦，哦，加菜啊！用冰有够歹拍的啊！伊无像杰洛的迄个下坠剑安尼，冰裂斩伊的冰裂斩遐好用吼。好加菜，差一滴就巧去啊！
好啊，总算是过啊，无要紧啊，顺利就好啦。刷来兵营拍了咧，那拍这个风雨啦，咱讲这顶个有查过，讲风雨啦吼。但是又搁要开始骑乌多摆啊，头壳搁要疼。这即摆毋知影死几摆才会过。历代的这个骑乌多摆吼，历史上骑乌多摆的洛克人的关卡拢做歹拍。规 X2 开始就歹拍，就离了诶。哎，你看无说你袂记你饲着枪尔就飘去啊！冲了无够，啊，就是爱死几落摆啊！顶摆含即摆过伤久啊，我已经小可袂记哩伊的路线，搁爱搁登记，所以会搁较死啊一摆，爱互伊惯死啊哈！即马。哦，第一小关过啊 ，OK。这较专心的吼，无法度讲伤济话哈。啊，无搁搁拍了一摆，真正是，我想要甲扣好死，结果无扣着。哦，火箭关台啊！好，专心专心。刚讲要专心尔，就无说你一个，看位边仔去。哇哈，对啊吼！对啦，克着啊！结果最后一个跳无起来，无彩，就会使过啊！讲，搁差一摆。我用是冲啊呢，冲袂过哦。
我已经跳了欸啊！哦。专心专心。啊，想要甲伊找死，结果家己先死。阿曼，你着恁来，阿曼，谢谢你，感谢你来。考着啊，考着啊，水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这摆一定爱过。哦，过啊过啊，来魔王。軍の誇りにかけて貴様を倒す。啊，叫遐鱼仔撞死啊！我是乖乖用兵好啊。乖乖用兵。さらばだ！海の木図と消えるがいい。嗯。较保守咧，较袂死甲遮紧，应该搁一摆啊，两摆就跳呀。哦，给我来这招，好哦，跳一下哦，好 ，OK， 看就起来，红鱼。红鱼了后呢，要来拍狮啊咯，会当接狮啊，因为红鱼的武器呢，伊会当克狮啊吼，狮啊惊伊的武器就对啊。
哦，哪来冲啊？来啊！你看四代的这个主器的武器偌好用就好啊！你拍这个小怪有够最好拍的。网络顶吼有这个高人吼，就是国外的高人啊，因有做这个洛克人 X4的这个特别，迄不是外国人哦，迄敢若台湾人迄款。这个洛克人 X Boost 吼，伊家己做的，就是伊的主角不是洛克人哦，伊是同款是洛克人 X4，但是伊的主角是较多迄个咧牵迄个炸弹，这个就是这个小兵，这两只小兵做趣味的。连刚有机会反射会当开啦，升那个洛克人 X Boost。听讲就歹拍的，哈哈哈！地狱开局，第个开局就歹用的。来，就是这个小兵，搁咧牵炸弹。大两发就翘伊啊！哦，这想要笑的，安尼疯狂的砍。爱心就放伫路林，互你揢啊！这关算上好揢。你无想要揢嘛会揢着，无说你就揢着。OK， 人家直接冲啊！赛啊，这关真无聊，就是一直行安尼。无啥物趣味的变化。
每年都会举办的默克人马拉松有兴趣吗？干他袂歹哦。马拉松从1代，不过我刚刚拢拍洛克雷克斯尔。哎呦先专心拍X， 我拢拍 X 较济啊。挑起咯，洛克人马拉松是安怎的一个活动啊？大家算家己的啊，破关了呢，这样好快，这样还好啦，算慢的呢。我无讲就这个，我是真正不是雕哥去讲的，你就真正这个不是很快的，算是不是很慢啊？原主一加4，不过我原主我拢做无熟，我拢拍洛克人的克斯啊，较早的时阵，因为我之前我较无爱原主的迄种，就是因为伊是洛克滑行嘛，洛克滑行我感觉就歹用，所以我就较少咧算原作洛克曼较无咧算。Mushroom。牛哥哈，哦，图体在开啊，哦，约一群人同时开打，这样很有意思啊。刚没比赛，是在比赛啊，看什么人先砍救是吧？哦嘿，世界纪录洛克人 X4，因为我都40分钟就破关了呢，上强的40分，杰洛40分就破关啊。这洛克人差不多1点钟以来就破关啦。洛克人克是你要用洛克人拍1点钟破关，够厉害。这我一世人可能嘛练袂到迄个程度啊。耍游戏好耍得啊，趣味就会使。要练到安尼真正足恐怖啊！我都想象因是安那练的。而且伊有的操作吼，我真用都用袂开，太困难了。太用花器，靠呀！雕钢要用冰甲拍，全空装全豆弹哦，足恐怖的，迄个技术足好的，迄个速身啦，迄个速身洛克人调整。有啊，我有看迄个白台迄个 TG 咧耍啊，好够歹耍的，够厉害。有当时爱耍几啊点钟，我都破关了，惊死！
那树生洛克人真正就歹耍诶。有听总比就一定感觉讲就歹耍啊。冲！洛克人可是数字实在听这叽的声音，在爽，你知道无？足爽。香菇哦 ，TG 嘛会参加哦，大神呢！我真爱我有前阵仔就爱看伊的频道，我感觉伊讲话真趣味，而且他可以毫无顾忌的骂脏话，当然轰 gay 啦哈！啊，我这边我是会稍微讲一点粗的，我只能顶多讲个靠腰啊那样子，是不太敢说讲比较粗的啦。因为我是台语 B， 台语 B 有一个任务就是不要被人家定性说台语就是很粗这样，所以我是会讲，但是因为那是我的习惯嘛，所以免不了会讲到，但是我不能够讲太多啦。我感觉会对台语的形象不好，对台语的形象不好。啊，没了，竟然还没死！新年快乐，对，周笑，伊的剪辑师拢会加做新年快乐。哦，我咧看了，笑到歪腰去，真正有够好笑。我应该顶多只会讲到靠腰了，然后偶尔不小心会讲个干出来。可是那个没有，不是说不是讲，就是真正咧侧干辣椒，迄只是算讲是一个语助词尔啦，属实是安尼啦。啊，我卡多袂记你摕，爱登去摕手部摕迄个装备啊，讲，爱登来火龙加摕装备啊，各讲话讲甲袂记。新年快乐！啊，搁有就是我的土气啊，我有办呐，但是我无咧拍，我无咧开直播，我敢若去看人的台尔，我拢去看五一的台，我无啥咧洗土气的对啊。
叮，所以搁剩头壳尔，头壳伫倒咧，头壳就伫空出边迄关，嘿。哦，可以用串联的，是不是？哦，我听有。我伫遮报我的，啊，恁伫土起甲我的影像安尼接过了咧啊，倒过了咧，倒起来甲大家，你不管你伫对，拢会使啊。哦，这关爱认真啊咧，因为爱开始爱算 S 级的啊。感谢陶米提供我这个信息。啊，若活动开始的时阵，爱甲我讲一下，我较来参考看卖哈。就算是无参加嘛，是会当过去看恁。我会跟去参观一下，看卖啊有趣味无安尼啊。转身，万个废话啊！等下第一关都无20级，迄种笑死，这种笑。空出饼。这若有这个香菇的武器吼，算起来就做拍起来就较好拍。啊，若无吼，就歹，就若用洛克人是较歹过啊。啊，差无啊。爱进来啊！绕高伊，武器无啊！我袂记你讲我迄个武器无啊！惨！哇，袂糊，安尼袂糊，爱自杀了。自杀要自杀，这个自杀要很久。因为我现在太强了，自杀，不然拿不到头部，头壳总比摕袂到。过来一摆，好，多谢你。落尾较send讯息给我，send讯息就是私讯啊 ，send 就是类似那个英文的 send， 然后台语把它讲成 send。就是献出一杯黑的献出一杯献信息，做趣味的哈。这种讲法应该一般人较少听到哈。好，开始。啊！佮绕高去，我会死我！啊！我昏去我，佮爱佮死一摆啊！哇，冲看卖看会糊诶，袂糊，自杀！啊！无像顶届用杰洛才顺，系啊，用巴掌一样用线的。其实伊是出这个海音啦，海音的谐音啦，就是伊的线加迄个线加线的拄好有海音啦。啊，迄个动作嘛，互化那个动作也符合啊，吼，就是你在传讯息就好像是。很像丢一个东西过去，来闪过来啊，所以蛮刚好的。哦，我觉得我不能一边讲话一边过这关，我技术没那么好，会过不了。Century Play， 对 ，Century Play。
认真，不要讲话了，静音模式。哦 ，OK，S 级，没啦，这不算外来语啦 ，Century Play 才是，但是 sen 不是 ，sen 是真的有这个动词。嘿嘿，经 OK 啦。风出饼来喽！醜いものは滅びておしまい。哎，没掉。几个呀？几个呀？几个呀？tempo 没有抓得很好。它的两个脚是夹在一起的，你看，怎么叶问啊那样？喝水。叶问要生气。好，刷来，总比拢 K 掉。八大啊，先拍卡尼尔一款啊，唔对，我应该先去啊，算了，先去搞我衣冠波尔莫还对。哦，这小兵真讨厌。OK， 来，
卡尼尔。啊，对啊，还有黄胖胖，对。不过应该是先拍卡尼尔的款，我有印象。对啊，你要先拍卡尼尔，先拍爱丽丝银哥啊。一度本気で戦ってみたかった。我看是用冰好啊。啊！应该要补一个血的说。认真打，认真打。哎，老真送你好啊哈！好久没看见啦。对，应该是我很久没开台啦。我真久无开台，不是真久无看到你，是我拢无开台。真漏的一个人。啊哈！啊！不好击中，要再抓好一点，抓 timing 要抓得更漂亮一点。再来。一度本気で戦ってみたかった。烦死了，一直在那边跑来跑去。是啊吼。啊，卡多袂记你放迄个机器的，甲伊吓惊者。无要紧啊。
补一下一罐的，补一下 A 罐，补一下罐头。哎，好哦，伊有叫罐头好。补一下罐头的啊。这就歹跳了。哎，很多客人就歹跳。哎，可恶！啊，漏血。这一摆的满啊！OK， 满咯，3粒罐头都满。之前看过啊，跳过。要来拍这个大颗的啊！大颗的无好拍呢，比阿丽丝较歹拍呢，大颗的足强呢。用伊的镜的武器来拍吼，伊会一直生迄个物件出来啊，但是爱速战速决对啊。我先试看卖用伊的镜的武器拍看卖。啊，等下若无法度，我较来换，较来换一般的枪支来大看卖。无遐好拍哦，搁拍一个。无好闪啊，主要是因为伊有小飞机，伊的细只飞人机就歹闪的。伊本身的动作真好闪，但是细只飞人机就歹闪。哦，今晚有放大招啊！干变化买好啊！好加仔，不要，好加仔，对。
主要是较多大发的吼，机器的有对啦，自器的有对吼，一定要较侪会。较多拼过啊。OK 啦，安尼接下来就是应该是8大魔王啊，8大行业啊，不是啊，8大魔王，拢无人听有我的笑话。人讲洛克人是安那伊，我都去代言人的剑护打击黄色是安那。哇惨！我应该惊下卡啊，算嘛，这就拍跳哎，因为上面是给杰洛的，下面是给洛克人的。哈哈哈，你老公笑很久。这个要有年纪的才听得懂。就靠背，哎、竟然死伫这种所在是啥啦？卖闹好无？先顾，搁几岁啊？搁伫遐咧黑白耍。啊，不是8大啊，将军呐！想讲是8大嘞，结果是迄个，结果是鸡头啦，哈哈，鸡头可能大家嘛听无，鸡仔头。君とは戦う運命にあったようだ。爆炸了哟！这个比较大的大颗的更较歹，更较好拍。大颗的就歹拍，而且大颗的会跳舞无，会跳，甲你跳恰恰，就歹处理的。好啊，拢无用到衣冠，袂歹。应该即摆应该是爱拍迄落啊，8大行业啊。选房间叫7仔呀，哈哈哈！哎，这政治不正确，就别让欧北讲。但你可以用黄标。この攻撃かわせるか。
奇怪，我会记会当加伊的锁啊呢，较会加袂起来。我会记即个武器会当加伊的锁啊，伊掉落来迄个 C 无 D2C 会当甲加掉，啊伊会落落来安尼。醜いものは滅びておしまい。行くわよ。啊，tempo 爱给我爱聊好。水啊，一届单一发会当拍2摆。軍の誇りにかけて貴様を倒す。これでも食らえ。其实伊咧冲的时阵，咱会感觉甲拍一摆，但是我惊讲时机点抓无好哦，足够死的。我看还是乖乖拍落啊。我看人喺网络顶，阁有迄种冲去你楼顶，阁甲冰一摆的，吼，够厉害的，毋知安怎冰的。你咧无会啊，开始起笑啊，开始掉高啊，掉高啊，你看。伊迄吼，迄鱼仔吼，到后壁会放迄个红色的鱼仔哦，敢若火气大呢，放迄红色的鱼仔。放红料，我听过一种讲法啦，毋过迄个讲法较粗啦，吼，咱就莫伫遮讲啊。我们这边是健康的频道吼，无咧讲迄543的啦。tempo 抓了无好，
啊无应该搁较早死较对。听无就好啊，听无，大家听无。嬉しいぜ久しぶりの戦いだ无猜塞亚这么帅哦，伊应该是灰龙下卡迄个帅啊，上帅的是灰龙啊，帅的是塞亚。根性叩き直してやるぜ。四代厝别就是即个头壳啊吼头，头伊会使吼即个普通的武器就是免了着啊对啊，我还有一个物件袂用的，就是我拢无放着迄个绝招，迄个胸部盔甲的绝招啦。哦，咱你摕着胸坎的胸甲的时阵，伊有一招天星指，天星脚，天星脚啊吼，就是。你会当变成黄金安尼冲过安尼，黄金色的安尼冲。有人讲这黄金冲刺的嘛有啦，黄金冲黄金冲啦吼。唔知要那个学一下台语，我会记得伊的正名叫做天星子，所以讲就甲叫天星脚就好啦。啊，拍一发啊天星脚，等下来拍火龙的时阵。你若是迄个像迄个乌色的铠甲，你是天星脚是一直绑，做到尾就一直绑的对啊。你唔免用别招，你就是一直绑，这个啊天星脚。Nova Strike 啊。网络上有一个方法，就是像这只鸟头鸟，伊当用天星脚来顺杀，但是我袂晓。伊当用天星脚来顺杀。啊，拍一下天星脚，啊无爱拍火龙的时阵较用啊。火龙金毛体的时阵较来用啊，拍火龙的时阵。火龙加这个鸟头鸟的武器Double Cyclone。今日こそお前に勝つ。
天星剑。哎呦，这个有一个成就了，用天星剑来拍游戏有一个成就达成啊！哈哈哈。我看网络顶吼，这死神死过嘛，第一个形态，伊会当机器用好溜拳两发伊就敲伊啊。但是我惊讲，迄个 tempo 球袂好，掠袂好吼。我还是豆豆仔夯伊，家豆豆仔夯好啊，豆豆仔夯好啊。安尼佫互伊扣着，真正有影。哦，最后一只死过嘛，无好拍。地獄に旅立つ準備はできたかね？
惨啊！看，刚刚那个小点。安尼也叫伊撸死。今仔日我都破关无啊！完了完了！啊，我袂记你讲爱用补的过啦。啊，惨啊！医馆无啊，搁顶来，会死。袂过啊，差一点仔就变一只伊啊！啊，应该爱顶来较对，啊，袂当顶来，要为加大顶来啊！无啊无啊，要重新补了，无可能一条会破啊，太困难了。一定是爱补回较对。对啊，医馆无啊，等下顶来啊。因为伊这袂当跳出去，你若跳出去，敢若爱为八大迄边顶来。想讲会当收工啊，讲，结果无爱互你收工，袂当互你收煞。变看卖啊，好哦。哇，惨，无法度，袂记你讲爱，有一点方寸大乱的感觉。哈哈。啊，无法度，爱顶来啊。是啊。tempo 拢走去啊！啊，认真，拍看卖，不要紧。洛克人比杰洛更较歹拍济啊，杰洛就好处理诶。地獄に旅立つ準備はできたかね？
好，李都，来。练习一下切换武器的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蜘蛛，是一个蜘蛛，是三个就是香菇的武器分身。好。地獄に旅立つ準備はできたかね？哎，无闪好。哎，开安尼，温尼啊，浪费啊侪火，惨！啊，无法度啊，即摆要定来。嘿啦，爱安尼拍较对啦，较拄仔袂记你爱安尼飞过啦，就是减一项。袂，要有信心，会使，阁会使。你是较久尔，豆豆啊，懂。とびきりの恐怖を味わってくれたまえ。啊，阁袂记你。啊，搁一个失差错，袂记你讲第二摆的镰刀爱跳，了伤侪火，歹拼歹练。地獄に旅立つ準備はできたかね？
哪些个是上好过？啊！度。毋过我找着讲会当机器啦，下骹迄个用机器拍，敢若较紧。天甲、地甲用即、个机器的即个航鱼的武器拍较紧。下款会当试看觅，等下。来。上少会当等下看医馆会当补一罐满啊，安尼就有机会拼看嘛。啊，等下西格玛的时阵爱拍了较少岁，啊，拄啊迄个电光西格玛的时阵。来，这就落诶，就了时间诶。好，即摆了的货较少，等下迄粒食了就满。医馆补了安尼无够，哼，即摆嘛是机会，无一定有，我都拍会过。宇宙の塵になるがいい。一步一步来啦。哎，啊，中2次。啊，上了。练习，没关系。等下较知影讲安那跳。哇死啊！啊，做歹拍。
拄仔是上好的两个医馆，我都拍呢，即马我都爱加拍几摆。歹练歹练，最后一个魔王啊，结果洛克人真正拍这个魔王就歹拍。哎，哦，看安尼，哦，了足侪花呢。哇，搁拼啊！搁拼一摆，无要紧啊！甲后一摆医馆满。来来来，我会当动偌久？毋过我感觉一直抓袂着下骹迄粒要哪拍较舒适。啊，电线电视，最后一摆，那这摆若无过，搁爱搁加开一摆啊！因为我明仔载透早搁有代志，所以爱提早休困。这摆试看卖啦，若袂过，今仔日就爱说拜拜啊！搁爱搁开一。搁爱搁连工搁开一摆来耍，留一个魔王尾。来，搁一摆，甲你烧落来。来，唉，家己挡家己的路啦，看偌好笑。
对啊，明仔载透早还有代志，啊，这梦拍袂死嘛，可能就爱个爬山，爬山个先煞接别项游戏好啊。地獄に旅立つ準備はできたかね？浪费一发。哦，怕戏啊哦。
这个电就拍像了。完了，我都啊，想不过。好，休息，谢谢。连杆较拍。检查一下 RBRT。哦，无通记录呢。好，可惜今仔日无甲牵照起来。安尼后回甲洛克 X 的魔X 的魔王甲泡了啦哈。好，今日到这，我来看卖啊，有啥物人啊搁伫咧？来甲恁讲再见。Mega Man X. 切换一个，好，后回继续，今仔日到老赛头前拍了袂歹呢，足顺的，啊，毋过最后一场，这个魔王真正无好拍，真正用杰洛较顺利啦吼，用杰洛咧甲扑就好扑的，啊，毋过用洛克人呢较歹拍，结果留一个塞尾伫遮吼，好，安尼多谢大家今仔日来遮听我。来看我的直播哦，咱来看卖啊，这个什么人个伫咧？哦，这个哦，感谢这个罗真颂哦，佮陪我到单吼，谢谢，啊个奥福陪我到单，谢谢，个阿里斯是康米是陪我到单，多谢啊，甲你讲啊，甲你讲暗吼，后一摆呢有可能是甲 X4 牵照，嘛有可能是开歌会，看卖啊，嘿，我会搁较紧吼。较紧的来甲，搁做一摆直播吼，参大家见面咯吼，大家拜拜，晚安，等等。好，今仔日我甲即个老话吼，甲伊留咧啦吼，留甲单。伫收幕影片的时阵嘛是，当看了大家留话安尼。即摆较无共款吼，小可前一个吼，后尾咱看了大家留话安尼。OK， 感谢就感谢的，今仔日虽然人数比用较少淡薄，其实差不多啦，拢是恁遮好朋友吼，参来大家甲献果捧场，多谢恁，好，多谢。安尼啊，甲伊讲再见咯，再会，后回再相会，有缘再过来吼，啵啵。